你能不能娶一念，不是我说了算，就连完美集团也不是我说了算。我实话告诉你，一念今年生日的那一天，我这个代理董事长就必须离开。完美集团到那一天，就要交给属于他真正的主人。这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多年前签订的游戏规则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岑夫人。 你果然不是一般人，那你就给我听清楚了。如果依依执意要嫁给你，那杰西卡就会赶我出去，我转移资产的事肯定也瞒不住。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入狱坐牢，而依依就会一无所有，失去一切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祝贺你，你报仇成功了。 你成功了！那依念愿意嫁给岑杰西吗？如果她不愿意，你的下场不也是一样吗？滕依念是我统治下的女儿，她不可能看着我这样死。依念她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。 如果她愿意嫁给岑杰西，今天我也不会坐在这儿。闹了半天，你还是要拿依依当筹码。再说是真心爱她，我对依念是真心的，所以才会跟你谈条件。我想帮你，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我不希望看到依念跟着你一起受罪。 好啊，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第一，答应我跟依念的婚事。第二，我不会捅破你，我不想依念知道她父亲的所作所为，我也希望你别捅破我，我更不希望她知道我们两家的恩怨。第三，我知道完美。 是你一手打下来的江山，但你毕竟是凭着出卖陆家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无论怎么说，完美当中都有陆家的份儿。我不甘心看着完美败在你手上。等我跟依念结婚以后，我会跟你联手对抗外敌，把杰西卡赶出局。就凭你斗得过杰西卡吗？我的能力你应该很清楚。 我加上你，你难道没有把握？还有第四，请你马上把完美的资产全部调回来。连这个你都想好了？依念需要你，我需要依念，你也需要我。难道你想把完美拱手相让给杰西卡？ 然后带着那笔钱远走高飞，当一辈子的逃犯。这件事儿让我好好想想。依念生日之前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答复。卖场开业的那天，我也要看看你的实力。一言为定。 你回来吧，你回我身边。哎呀，别喝了，这酒吧被人认出来就不好。你别管我，我都说，我今天晚上不是一年，我是被男人抛弃的失败女。你这又何苦呢？走吧。 沈康接着电话。喂，莹莹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说啊。那件事情我已经想好了。什么事儿？
就是上次在酒店跟你商量好的那件事情，结婚的事情啊。啊，结婚的事儿。我想结婚。英英，本来这种事情就很荒谬，我也不想答应的。但是眼下我家这点事情，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既然你也已经答应了，那我们就宣布结婚吧。但是我得事先声明，这一招是权宜之计。啰嗦，你走了。你以为我真会嫁给他吗？我是为了我的向美国。啊，别拉我啊！我都说了，这不是莹莹吗？这不是大明星莹莹，我就是莹莹啊！我要结婚了，你认错人了我吧？错人了，我要结婚了，结婚了！结婚了！拍到了吗？拍到了，我发给你。我怎么就答应了呢？结婚可不是小事，万一……不行，还是算了。喂，阿七啊，听说你们公司请的代言人是莹莹是吧？怎么了？你都不看娱乐新闻的，有人在酒吧拍到莹莹，她亲口宣布要结婚呢。啊？妈，结婚这种大事，我们得从长计议，不急。哎呦，这事儿你不急我可急啊！姐姐昨天晚上还打电话问这事儿呢。哎，你怎么告诉他们了？你妈呀，不止通知了你姐姐和你姐夫，恐怕所有的亲戚朋友啊，都通知了。是啊，我昨天每个亲戚都通知了。妈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？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不如今天晚上给您爸爸妈妈打个电话，我们两家人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情。不行，妈，英英毕竟是公众人物，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得跟她商量。你不要擅作主张嘛，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，你们什么都别做，到时候被媒体发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康琪这个话说的有道理，我们是得为英英考虑考虑。爸，晚一点的时候我会跟英英见面，你呀，待在家里，别老想着搬家。妈，你表个态啊！我又没让他走。爸，听到了吗？妈让你留下。好吧，那我就先暂时住在这儿，等你的婚事办了再说吧。随便你吧。哟，我得上班了，谁让我现在是董事长呢？儿子，你也抓紧点，别让别人质疑你这个执行总裁的能力啊。儿子，你真的喜欢英英啊？喜欢啊，我们有共同的爱好，我们都喜欢音乐，我们可聊得来了。儿子啊，千万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上班去了，拜拜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结婚了？这帮记者真是疯了！怎么办？这事情怎么传得这么快？哎呀，就是你喝多了，我都劝你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？是你接了沈康琪一个电话，然后你就……哎呀，沈康琪，哦，我好像想起来了。莹莹啊，公司好不容易给你接了一个好莱坞电影，现在是关键时期，绝不能有负面新闻。我当然知道了。喂，请问是英英小姐吗？我是东方娱乐的记者，我能采访你一下吗？听说您要结婚，请问结婚对象是谁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看，喂，啊，李记者啊，啊，
啊，一结婚的事情，别理那些记者。你看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你让我自己安静一下吧。医生，我的耳朵怎么了？是不是助听器出了什么问题啊？你的情况很像之前我遇到过的一个病人。这样吧，你先去做一个脑部扫描。脑部扫描？对，你不用担心，很多神经性耳聋患者他们都会有一些病变，比如耳道出血、头疼，还有耳鸣等等。具体要看片子才能够确定。你先去检查，把片子拿来给我看，好吧？好。你怎么还没去上班呢？没有，我刚跟医生聊了几句，他说，只要你好好接受治疗，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没事的。哎呀，儿子，妈的病妈知道，没有事儿的，你不要因为妈的病耽误了工作啊。工作那边我交代好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今天陪你好好做完治疗，我再走。不用啊，一会儿做完治疗，妈打车回去，你走吧，啊，快上班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骆总这些天好像特别忙，公司家里都是护照，真是替你捏把汗。童副总你都绿了，怎么样？那件事情想清楚了没有？我今天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。找我？我从小马那打听到你的养母在这家医院做化疗。哎，你不是带着助听器的吗？这耳朵还这么不好使。怎么样，陆总？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。我现在没时间，我要陪我妈。还这么淡定，我真是佩服你。走吧，耽误不了你几天努力。太不像话了！陆向北请假，通知小失踪。我的公司是养钱人的吗？是，周市长，我先把他们找回来。不必了。爸，叔叔有事出去了，向北在医院陪梁妈做化疗。姨，过些日子就是你生日了，这2天你回家住吧。爸，梁妈现在需要照顾，而且我希望这个时候留在陆向北身边。又是陆向北，你真是鬼迷心窍了。好了吧，我不是来跟您吵架的，我是来送文件的。我要的不是秘书，我要的是女儿，我唯一的女儿。爸爸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您才让我跟陆向北在一起啊？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永远不会同意的。你的股票很快就会变成废纸了，还笑得那么开心，看来心情不错呀。哎呀，本来嘛，这个完美集团让我大哥给掏空了。如果这件事传了出去，引起股价波动，那可怎么好？可是我就是没想到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股价还这么吃香。还有谁想要买你的股份？实话告诉你，
我大哥找我谈过了，我大哥开的价格不错哦。你跟我说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想抬高价格，报个数吧。这个价格怎么样？我需要时间筹钱。要多久？久了我可等不了。不光是我大哥，还有其他人在惦记我的股份呢。3天就够了。OK， 就3天，到时候拿钱来见我。到的时候 no money， 可就别怪我喽。拜拜。所以说，是一年的父亲把公司的钱全部卷走了。嗯，你买股票是为了保住公司？是的。哎呀，可是你把钱都给妈妈餐馆了，你哪里还有钱呢？我这样做是在拖延时间，我不想那些股份落在别人的手里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嗯，哎呦，你吓死妈了！我以为你还要报仇呢。我还没说你呢。嗯？你又跟踪我？那不是跟踪，那是跟着。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呀？别问了。总之我会想办法保住完美。好，妈支持你。那可以回去了吗？走走走，快出去透透气吧。这医院空气太不好了，我最近老是心慌，我担心你和一念的婚事会有变故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解决的。不要老是愁眉苦脸，笑一个啊。9月4号旗舰店促销活动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莹莹，你在哪儿？快回电话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。外界现在质疑我这个董事长，我希望你们不光把完美集团这个卖场打压下去，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，我榆木联掌舵华彩并不会输给沈梦德，更不会输给童之行。既然董事长这么重视这件事，那么我们就把活动搞大点。好啊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不如把茵茵小姐请过来，这样一来，完美就算再有本事，也没办法赢过我们。好主意。康琪，你跟茵茵，你们不是……妈，你别开玩笑了。茵茵虽然代言了我们华彩，但是替我们华彩站台这种事情，她肯定不会答应的。沈总说的也有道理，茵茵很傲气的，而且在代言合同里也提到了，她不会参加我们卖场的一切活动，一般人很难请动她。是一般人肯定请不了的，但是我们康琪就不一样了。哎，康琪，这是个好主意，你去做做茵茵的工作，别让妈妈失望啊。好吧。陆总，我们都在等你。要不是陆总，我们估计早就失业了。各位看起来都准备好了？我们都准备好了。我知道各位都已经准备很久了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9月4号，我跟你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。不瞒各位，对面的华彩就要在这一天跟我们打擂台。我们都会说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。这一场仗好像我们根本不用打，就已经输定了。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小卖场，而对面是华彩的旗舰店。但是请各位相信我，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可以再创奇迹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。
外公，莹莹，外公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向北哥让你来的。我给你打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只好到你们公司的停车场来碰碰运气。好在我知道你的车牌号，我就托保安找到你的车。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出来呢。您等很久了吧？上车吧，我请您吃饭。啊，不了，莹莹，外公没脸见你啊，都是我的错，外公无能啊。外公，我知道您一直在帮我，都是那个童一念，还有梁妈。莹莹，梁妈她是向北的养母，虽然她阻止你和向北在一起，我也很生她的气，可她毕竟对向北有恩呐。我今天就来劝你，希望你能找个时间和她好好聊聊。外公还是很希望你和向北重归于好啊。真的可以吗？可是向北哥他已经拒绝我无数次了，我也是有自尊心的，我这么苦苦的求他，我都累了。外公是看着你们俩从小长大的，外公真的不希望你们俩形同陌路啊。向北他现在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，他非常需要你，你可不能主动放弃啊。莹莹，外公舍不得你，外公求你了。师傅，你尝尝。好。怎么样？不错呀，我的徒弟进步可太大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出师了，对吧？我都想好，我还要再去电视台报一次名，然后呢，把东西送给你。我连得奖感言都想好了。谢谢在座的各位，谢谢评审，谢谢我的老妈，还有赌债的老爸。我最重要要谢谢我的师傅梁妈，这个荣誉是属于你的。这个时候配有掌声。哦，梁妈，可以跟我的奖杯合张影吗？好啊，来来来。真好，我徒弟的美梦啊就要实现了，以后要踏踏实实的把菜做好。一朵，今天师傅送你一样东西，跟我来。什么东西？你跟我来，走。一朵，这是我珍藏了很多年的菜谱，也是梁妈私房菜的精华。以后你有了它呀，就算我不在你身边，你也能做出正宗的梁妈私房菜了。哎，师傅，以后我天天跟在你身边，还怕没机会学啊？这菜谱太珍贵了，我受不起。一朵，自从我收你做徒弟，就认准了你是我的嫡传弟子，也是我唯一的弟子。这个东西交给你，我才放心。师傅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师傅早晚会要离开你们的嘛，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？师傅，你不要这么说嘛！不管你闹哪，我就陪你闹哪。傻丫头，师傅这次要去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不是怕黑吗？那里好黑的。师傅一个人去就行了。一朵，我今天之所以跟你说这些，就是我想把餐馆给盘出去。什么？你要把餐馆给卖了？这可是你的心血。是啊，我也是舍不得。可是向北现在不是急需要钱吗？我要帮帮他。哎，这件事
先不要告诉一念，也不要让向北知道。你赶快在网上把这个转让的消息传出去。转让出去以后，他们知道也不迟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帮你上5八同城去发布消息。乖徒弟。你真的确定了吗？师傅，你对一念跟陆经理真好，他们真的会结婚吗？会的，我相信向北。他说了，无论克服多少困难，他都要和一念结婚的。我跟向北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了解向北需要什么，我知道，也只有一念把他真正放在心里，只有他和一念在一起，他才会真正的快乐。我懂了，看来陈杰希还真是没机会了。谁？杰西？哎呦，我以为你说英英呢，英英肯定不行。你说的是那个大明星英英啊？对呀，就是她，肯定不行的她。为什么啊？哎，你不要那么八卦好不好？把这个收好啊。都看不着星星了。小姐，拜托你下一次能不能减肥啊？啊？我很沉啊，那你放我下来。别动。你现在看星星就好了，什么事都别做，别动。那你又嫌我沉，我在上面多有负罪感啊！小时候你就这么背着我，你也不会嫌弃我沉。那你小时候没这么重啊？哎呀，看不着星星，好遗憾呐。没事，你要是什么时候想看星星，我就陪你去看。真的？真的。累不累啊？我帮你捶会儿。不用。北斗星亮晶晶。是你让小马哥准备的。怎么样？这个生日礼物你喜欢吗？还行吧。还行。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啊。结婚以后，你想要去哪儿，我都陪你去。你放心，等结婚以后呢，我会好好帮你打理好完美集团的。是我帮你打理好完美，你才是真正的继承人。我们之间还要分彼此吗？哎，你看，北斗星哎。是吗？
天下班都来这儿待一会儿啊，看看北斗星啊。每天啊？你愿不愿意啊？当然是必须要来的。我相信向北，他说了，无论克服多少困难，他都要和一念结婚的。我跟向北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了解向北需要什么，我知道，也只有一念把他真正放在心里。只有他和一念在一起，才会真正的快乐。我以为你说英英呢，英英肯定不行。英英，不好了，好多娱乐记者都蹲在公司门口不肯离开，一直追问你的结婚对象。哎呀，这家事情真的是搞大了，怎么这么烦人啊？这件事情啊，一定得处理好，绝不能影响你的形象。要不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澄清一下这件事情吧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要澄清啊？可你结婚的消息都传开了呀。结婚是件好事情，我凭什么要怕他们？啊？什么？我要公开承认我要结婚。你疯了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对，我是疯了。你去告诉那些记者，我会给他们一个交代的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英英不是嫁不出去，等着娶我的人多的是。可现在你去哪里找一个结婚对象？我英英想找一个结婚对象难吗？英英小姐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你的爱人是怎么相爱的吗？我们两个是通过音乐结缘的。那是你爱他多一点呢，还是他爱你多一点？我认为爱情是相互的，我对我认定的男人就会始终如一，永远不会变。当然了，他也要对我呵护备至，永远不会变心。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，如果我发现我爱的人背叛了我的爱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沈总，哎，沈总，哎，恭喜你啊！恭喜我什么？咱们沈总跟英英真是郎才女貌啊！英英什么意思啊？电视上都已经播了，你跟英英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沈总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先走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童一念。上次完美集团杨浦路发生火灾的时候，是你们那负责灭火的，我想找你们的领导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我走了啊。哎，嗯，那我一会儿就去机场接机了。知道了，路上小心点啊。你也是。嗯，我走了。喂，小马。向北，快看新闻。怎么了？什么新闻？英英宣布要和沈康琪结婚。这个时候宣布？我担心这会对你的开业计划有影响，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林小姐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爱人是怎么相爱的吗？我们两个是通过音乐结缘的。那是你爱他多一点呢，还是他爱你多一点？我认为爱情是相互的，我对我认定的男人就会始终如一，永远不会变。当然了，他也要对我呵护备至，永远不会变心。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。老人家，哎，您让一下，我把这儿打扫打扫。好了，这下你可满意了。莹莹要嫁给沈梦德的儿子了。都是你拆散了向北和英英。老人家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如果在中间作梗，就当帮帮向北啊。那从中作梗的是你，你口口声声说要帮向北，你这个外人能帮他做些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啊，为了报仇，宁愿出卖自己的外孙。我们都是要进棺材的人了，什么事情想开一点。
你这个毒妇，你好毒的心！你咒我死？我没咒你死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你放过向北，就等于放过自己了。我们不要把怨气带进棺材。这个毒妇，我打死你这个毒妇！哎，我不是咒你，你怎么？哎呦，你这个嘛，哎，怎么敢打？怎么打人？怎么敢打你？你还还手？我不是你，哎呀，老人家，你怎么了？来，快给你，我不知道你脾气这么不好，对不起，没事。你给我滚开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是想把我逼走？不是，没门儿！我才不会让我的孙子受你的蛊惑呢！你慢点，滚开！哼，没见过你这种人，错了还那么趾高气扬的，跟你一般见识。莹莹，哎呀，手啊！你真的把我害苦了？如果我不这个样子，早就被记者拍下来了。你怎么那么胆小啊？当公众人物有那么差吗？莹莹，我来是跟你说正经事情。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就把结婚的消息透露给媒体了？这太让我措手不及了。这次就算我欠你个人情。怎么？你是来兴师问罪的？我看你的样子也不是很反对，你就配合一下，做戏而已。可是我爸妈都知道了，我妈正张罗这件事情呢。我虽然也希望我爸妈能够因为这件事情，把关系慢慢的重建好，但是你这么玩，一玩的太大了。我就是要玩大一点，我就是要让陆向北哭着回来求我。方琦，我知道为难你了，但是为了追回你的同一念，你要受点委屈，算我欠你的。你要是这么说，那好吧，这件事情成交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算了，反正你也不会答应的。你感觉我不会答应，还干嘛要问啊？可是，你那么婆婆妈妈的干嘛？我想请你出席我们旗舰店的促销活动，你肯答应吗？是你们杨浦路那家旗舰店，是不是为了和陆向北对着干？嗯。好，我答应去。你真的答应？陆向北毁了我的生活，我不可能善罢甘休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是和陆向北对着干的事情，我全力支持。哦。是有他为难的地方，我们大家都理解。对了，一朵，你以后没什么打算呀？我就先看着这家店吧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买家。以后的事我也不知道。你们就多保重了啊！你也多保重。走了，你照顾好，拜拜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你照顾好自己。你好，我在58同城上看到了选人信息，这家餐厅需要转让吗？对，你要买这家店啊？啊，我一个朋友想要买，我们能进去谈谈吗？好，那里面请。这是我们这家餐厅的，是独立产权的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儿子，明天就是一念的生日了。你做好准备娶她了吗？当然了，妈妈。
怎么了？我的宝贝儿子好像不开心啊，是跟你的未婚妻吵架了吗？啊，怎么会，妈咪？我怎么不开心啊？妈咪，如果一念她这个时候不肯嫁给我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你爸爸为了开拓中国市场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那个童之行只是一颗棋子，他没有理由拒绝。而且他很清楚，如果你跟他女儿结婚了，他好，我也好。但是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，不管是你不愿意娶他的女儿，还是他不想嫁给你，结果都是他不好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，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，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